老朋友們，他與八月有6個生肖特別值得家人珍惜，分別係鼠牛、鼠兔、鼠龍、鼠羊、鼠狗同鼠豬。佢哋未必計屋企最十長好說話嘅，而未必計最有錢嘅。但好多時家中遇到難關，真正肯出錢出力擋災守財串河托住塵頭家嘅，真就係佢哋。8月火土之次漸旺，屋企容易因為前人健康、就願同投資問題似增積。家中有6個生肖，又多聽佢哋一句，多體諒佢哋一分，因為佢哋往往就係家園位置於跌落谷底嘅關鍵。有啲人辛苦曾試，簽得就簽，做足幾份工，手上依然留唔住幾多錢。有啲人反而經歷過一場大病、一次破財、一段最艱難嘅日子之後，人生慢慢轉順，家庭關係和好，工作有新出路，連身邊出線嘅人都比以前可靠。表面睇好似只係運氣突然變好，但從命理同面熟咗度睇，人生好多轉折都同一個人長期累積落嚟嘅心念、福報、家庭氣場有關。我曾意同老朋友們講，命好唔代表一事唔使嗌，命大福氣亦唔代表日日有橫財。真正可以旺一家子大嘅人，通常唔係最實享受嗰個，而係願意喺關鍵時刻承擔責任嗰個。有人幫父母還債，有人替兄弟姊妹做個家庭，有人明知會俾人怒，仍然堅持阻止家人做錯投資，有人寧願自己少分一份，都想請家人和和黐黐。呢啲行為先係家園真正嘅根。每個生肖都有自己嘅五行磁場，有人土伺候，做事穩，挨得苦，頂得住壓力；有人木伺酉，識得包容，懂得化解衝突。有人水持續，先施法，能夠帶動人緣同財氣；有人火土搶，手圓直，對未知特別敏感。當一個人願意用自己天生嘅長處去照顧家人，佢嘅氣場就會由個人緣慢慢變成全家緣。老朋友們聽到呢度可以先海一海，家中有冇一個人平時你覺得佢固執、心軟、愛管事、講說話直家，或者考試乜都唔緊張，但每次家庭出事，最後都係佢走出嚟處理。如果有，請你唔好再只睇佢個脾氣，要睇清楚佢背後承受咗幾多。覺得今日呢番說話對你有提醒，可以幫我點個讚，訂閱頻道，亦歡迎老朋友們喺留言區講低自己同家人嘅生肖，或者分享屋企邊一位一節默默守做全家。你一句真心留言，可能會令一個長期被忽略嘅家人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嘅付出，有人明白。我首先講屬牛嘅老朋友們，丑牛五行屬濕土，地支之中藏有水氣，所以屬牛人外表型，內心往往比人想象中柔軟。佢哋唔係唔實難過，只係習慣將難過收埋。佢哋唔係冇怨言，只係知道一旦自己都倒地，屋企可能就冇人頂做。屬牛人最明顯嘅特質就係肯捱、肯數、肯負責。事嘅屋企條件唔好，父母身體欠佳，或者家庭有債務，屬牛人好多時會比同齡人找數。人哋仲重注讀書、拍拖、享受生活，佢哋已經開始計家用、醫藥費、學費同租金，有啲甚至放低自己原本想行嘅路，先幫屋企過咗難關再算。1973年出生嘅屬牛人，今年53歲；1985年出生嘅屬牛人，今年41歲。呢兩批屬牛人今年特別容易感受到家庭責任加重，父母健康、子女前途、房屋供款、工作變動，樣樣都可能壓喺心口。表面睇佢哋照常返工，照常食飯，其實夜晚瞓落床嘅腦仲喺度盤算聽日點樣安排。我聽過一個例子，
一個家庭生意失敗，欠落大筆債務，屋企仲有2個小朋友讀書。全家最污糟嗰陣，一位1973年出生嘅數牛子姐，將自己多年儲落嘅錢拎出嚟，仲同時做2份工。佢冇請過自己為大，而冇要求任何人報答，只係日日早出晚歸，將屋企一日一日拖做。後來生意慢慢有轉機，2個小朋友已還成學業，各自有穩定發展。大家只間到家庭最後翻身，卻未必計得最初嗰幾年，界邊個將自己嘅時間、健康同積蓄全部放咗落去。數流人嘅福氣，往往唔係突然中大獎，而係佢哋做過嘅每一件實事，慢慢變成家庭嘅根基。不過數流人8月又留意樣事，就是唔好乜都自己吞。8月可土較旺，土太重，容易令人心口翳悶，情緒鬱躁，腸胃同睡眠易容易受影響。住得辛苦又長，身體唔舒服又睇醫生，唔好以為忍得就係有本事。你保重自己，先可以繼續照顧屋企。家人同屬牛人相處，唔好只話佢固執，好多時佢堅持一件事，係因為已經睇到後果。你可以唔同意，但要坐低慢慢講。屬牛人最怕唔係辛苦，而係付出咗好多年，最後仲俾家人當成理所當然。一句多試一餐佢鍾意時嘅家常飯，已經可以令佢心悦面軟好多。記住長屬兔嘅老朋友們，木兔五行屬木，帶有柔和、生長同調解嘅力量。屬兔人未必鍾意爭，亦唔鍾意將事情鬧大。有人學佢哋膽小怕事，容易俾人殺。但我睇屬兔人，佢哋唔係冇立場，而是知道有啲說話一出口就會傷人好多年。一個家庭入面，父母曾越爭執，兄弟姐妹為前人反目，或者妯娌之間積怨好深。通常最辛苦嗰個唔係鬧得最大聲嘅人，而係中間不停勸架嗰個。屬兔人就經常處於呢個位置呢，邊嬲佢去安慰，嗰邊唔服佢又去解釋，人人都將情緒倒俾佢，佢自己反而冇地方可以講。1963年出生嘅屬兔人，今年63歲；1975年出生嘅屬兔人，今年51歲。呢2批屬兔人，多數已經為家庭操心好多年。有人幫兄弟姊妹照顧父母，有人替子女處理婚姻問題，有人明明自己經濟都唔鬆動，見到親人有困難，仍然忍唔住伸手幫忙。我曾經接觸過一個家庭，指兄弟姐妹為咗一間舊屋爭到幾乎反面，大家日日計自己應該分幾多，邊個照顧父母多啲，邊個以前攞過屋企幾多錢。當時只有一位1975年出生嘅屬兔祖父，逐個勸逐個聽，佢甚至提出自己少分一份，只希望大家唔好再互相傷害。最初人人都覺得佢傻，認為退一步只會俾人佔便宜，但正正因為佢先放低計較，其他人先慢慢冷靜。最後指兄弟姐妹重新商量，將父母日後嘅生活同醫療安排好，就係公平處理賤屋。屬兔人失去咗眼前一啲利益，卻保住咗一家人，往後仲可以做埋一張大實飯。屬兔人嘅福氣多數嚟自善念同家風，佢哋教出嚟嘅子女通常比較實體諒人，易明白長說話又留餘地。呢種偏激未必即刻變成金錢，但處到人生關鍵位，往往會帶嚟好人緣、好伴侶同真正願意扶持自己嘅朋友。8月對屬兔人嚟講，又學識適量拒絕，默契遇到可望，容易被消耗，你幫人幫到自己，冇晒精神，唔夠急福，係兔急。借錢之前又問清楚用途，照顧別人之前又衡量自己能力，慈悲又有自信，唔係任何要求都答應，先照先地好。烏慈又屬兔人。
要記住唔好將佢當成永遠嘅和事人。揸人有責任自己處理矛盾，唔應該每次都撲佢側喺中間。數圖人表面化冇事，心入面其實自得每一注重化。你願意主動同佢講一句呢次唔使你煩，我哋自己清，佢會輕鬆好多。第三個是屬龍嘅老朋友們。辰龍互行之中帶土以帶水，磁場長，反應快，有主見。屬龍人行越一個地方未必出聲，其他人已經感受到佢嘅存在。有人覺得佢哋好生愛面，好難聽人串，但一個家庭遇到大事，往往就需要有一個人揀作決定，揀承擔結果。屬龍人有鎮住局面嘅力量。屋企俾人欺負，生意有人搗亂，學者家人遇到不公平對待，屬龍人通常唔會縮，佢哋會指出嚟問清楚、查清楚，必要時寧願自己做醜人，都要保住家人。呢份長刑有時令人有壓力，但用得正就係守家護界嘅力量。1964年出生嘅屬龍人，今年62歲；1976年出生嘅屬龍人，今年50歲。呢兩批屬龍人人生經驗已經相當豐富，睇人睇事亦有自己一套。揸人未必次次認同佢哋，但遇到買路、轉工、創業、處理大筆資金，屬龍人嘅判斷往往值得參考。以前有一條街，附近商戶經常俾人滋擾，只有一戶人家較少出事，唔係因為佢哋特別有錢，而屋企有位屬龍嘅主事人，做事有原則。佢唔主動惹事，但亦唔容許人隨便越界。早和早知，身邊人知道咧，一家唔容易欺負，自然守咗是非。屬龍人而有一種對機會嘅敏感，有啲商機，其他人仲猶豫。佢已經睇到幾年後，有位1964年出生嘅屬龍人，早年將多年積蓄投放喺幾個當時唔被睇好嘅鋪位。揸人覺得風險太大，佢就反覆研究人流、交通同區域發展，最後堅持自己判斷。多年後，呢啲鋪位成為全家最穩定嘅資產。但我要提醒屬龍人，氣場長係優點，過長就會變成壓力。8月可次旺，屬龍人容易執住落角頂，而容易因為俾人質疑而嘅動氣。尤其遷實投資、借貸、擔保同朋友合夥，一定要睇文件，戒最壞情況，唔可以只憑面子同信心。有啲屬龍人年輕時行過錯路，甚至因為賭博、衝動投資，或者交錯朋友拖累家庭。龍嘅力量一旦用歪，破壞隨時去大。但只有佢真心醒悟，願意認錯，願意重新扛責任，翻身能力亦非常強。最重要是由事事開始，治掉左行，停止借新債補舊債，將每一筆錢交代清楚。家人面對屬龍人，唔好用激將法，你越話佢冇用，佢越可能為咗證明自己危冒險。最好將資料同風險擺出嚟，俾佢有台階冷靜。屬龍人需要尊重，但唔代表凡事順從。真正幫佢係提醒佢將力量用嚟守造家庭，而唔會係同屋企人鬥齊。第四個係屬羊嘅老朋友們，民間成日有人講屬羊命好，我一直唔認同。為羊屬土，亦帶木火之賜。屬羊人心軟，重感情，對父母同家人特別有責任感。佢哋唔係天生命苦，而係好多時見到家人有難，就主動將責任攬上身。1967年出生嘅屬羊人，今年59歲。1979年出生嘅屬羊人，今年47歲。呢兩批屬羊人前半生大多有個幾次明顯嘅考驗，可能係健康感情運，而可能係替家人處理債務同麻煩。佢哋表面溫和，但內心其實好認真。有啲屬羊人是個身體比較弱，
或者年青時經歷過一場大病。面崇明理會視為替家庭擋去一部分殺氣。不過我都有講清楚，命理戒毒只係一種提醒，有病一定有急咗睇醫生，唔可以只靠祈福同風水。懂得照顧身體本身就幾幸福。屬羊人嚟到一個家庭之後，屋企氣氛通常會慢慢柔和，佢哋懂得照顧人感受，而容易帶嚟好人緣。有一對夫妻結婚多年，財運一直平平，家庭異常有爭執。後嚟家中有一位屬羊嘅小朋友，父母為咗照顧孩子，生活開始有規律，亦戒掉咗好多不必要嘅應酬同消費。孩子長大後讀書用心，待人有理，出嚟工作又遇到願意提攜佢嘅人。後嚟佢唔單止照顧父母，仲幫兄弟姊妹揾到工作機會。表面睇好似係一個人成功大旺全家，實際上計一家人因為呢個屬羊情緣，慢慢間力反正確個升學方向。屬羊人最大嘅優點係不爭，但最大嘅弱點而係太唔實爭。朋友開口借錢，佢怕拒絕會傷感情；親人要求幫忙，佢明明已經好攰，仍然話冇問題。久而久之，其他人習慣咗佢嘅付出，甚至覺得佢做乜都應該。8月屬羊人又守住自己嘅財庫，任何借貸、擔保、貸錢文件都要停一停，就算對方係親戚朋友，都要白紙黑字寫清楚。你唔會互情，係避免日後因為前人反目。真正嘅善良唔係幫人隱瞞問題，係用合適方式令對方說實承擔。屬羊人前半生累積落嚟嘅善緣，去到後半生會慢慢見到回報。呢種回報未必一下子大富大貴，更多係子女懂事、伴侶可靠、身邊有人照應，遇到困難總有方法解決。平安和諧，有人關心，此時就係最實在嘅福。家人有屬羊人，有數的利用佢嘅心軟，唔好每次有問題先忍佢，平時就忽略佢。佢哋最需要嘅唔係昂貴禮物，而係家人主動分擔，幫佢做一件家務，陪佢食一餐飯，問一句最近攰唔攰，已經計好大嘅安慰。第5個是屬狗嘅老朋友們。屬狗五行屬坐土，大可賜，天生有守文守財、辨別為之嘅本能。一個家庭有聲旺，實賺錢當然重要，但更重要係實數。好多家庭沒冇賺過錢，係有一次錯誤投資，一個損友一段不清不楚嘅感情，就將多年積蓄消耗晒。屬狗人對位置特別敏感，有人講一句說話，其他人覺得冇問題，屬狗人已經聽出唔對路。有人帶嚟一個所謂穩賺計劃，其他人聽到高回報就心動。屬狗人第一時間會問錢從邊度轉，風險由邊個承擔，出事之後邊個負責。一早66年出生嘅屬狗人，今年60歲；一早82年出生嘅屬狗人，今年40歲。呢兩批屬狗人通常係家中最重視安全感嘅人，佢哋中意將重要文件收好，對屋企開支有自己規矩，亦唔中意揸人同來歷不明嘅人走得太緊。有位1982年出生嘅屬狗妻子，丈夫俾朋友游說，打算抵押自住木業，投資一個回報非常誇張嘅項目，全家都話只係試一次，可能就可以翻身。只有佢堅決反對，甚至因為呢件事同丈夫打吵。佢將相關資料逐樣查清楚，發現公司背景模糊，資金用途已交代唔到。雖然丈夫當時覺得佢早做自己發達，但幾個月後嗰個項目爆出詐騙問題，好多人損失慘重。呢個家庭最後保住物業，而避過一場足以影響子女生活嘅大劫。
屬狗人講說話字容易令人覺得受勝，大家開開心心講投資，佢突然講風險，大家發某個朋友好有本事，佢就提醒對方講嘢前後矛盾，當時聽落唔舒服，但事後回頭睇，往往會發現佢係最早揀到問題嗰個。8月屬狗人有留意，為之揀太長，容易變成疑心。唔會每個人都想害你，而唔會每件事都一定有陷阱。你可以查證，可以保留，但唔好為有證據就指責人。說話慢一點，先講你見到嘅事實，再講你擔心嘅後果，家人會容易接受。屋企有屬狗人，當佢強烈反對一件事，唔好即刻發許多事，最好將學於價錢、對方背景一期再查一期。尤其8月涉及陌生投資、網上自大、高回報計劃同要求大收款項嘅事情，寧願慢唔好攤開。不過屬狗人亦要記住，守財唔等於將所有錢鎖死。合理嘅醫療、學識、維修同生活需要唔可以一為千。財源要流動先有生氣。真正嘅守財係將錢放喺有價值嘅地方，而唔係因為驚而乜都唔揀做。最後一個是屬豬嘅老朋友們，亥豬五行屬水，代表包容、流動、人緣同福氣。前面幾個生肖多數靠承擔、忍耐、守好來旺家。屬豬人比較特別，佢哋嘅福氣好多時來自心寬，唔愛自籌，唔中意日日計較。屋企有佢哋，氣氛通常冇咁繃緊。有人覺得屬豬人懶、礙事、中意享受，遇到事情又好似唔太緊張。但屬豬人嘅智慧往往係知道咩事值得煩，咩事煩都冇用。其他人圍依住說下嬲字日，佢瞓一晚就算。其他人將屋企氣氛搞到好沉重，佢講兩句笑話，大家又再反埋一次。1971年出生嘅屬豬人，今年55歲；1983年出生嘅屬豬人，今年43歲。呢兩批屬豬人人緣一般唔差，佢哋未必好時經營關係，但因為大人自人，冇太多知性，所以容易遇到願意幫助自己嘅人。我聽過一個餐飲生意嘅例子，間店開咗好多年，生意一直普通，收入只夠招租同出糧。後嚟老闆娶咗一位1983年出生嘅屬豬妻子，佢唔算特別實做生意，而唔係日日落手落腳做實，但佢成日笑面迎人，自得熟確中意做邊狀態，亦願意聽人傾計。慢慢啲，熟客開始帶朋友嚟。附近街坊易覺得間店有人情味，生意唔係一夜暴升，係一確帶一個確，一年比一年穩。後來老闆開咗分店，家人生活已逐步改善。屬豬人帶旺家庭唔一定靠特別能力，而令周圍人覺得舒服，願意再返嚟。屋企風水其實好重視氣氛，一間屋幾涼，如果日日有人鬧交，人人欺口欺面，住得耐都會住得入魄。相反，屋企未必豪華，但家人願意長笑，肯互相留飯，遇到問題一齊處理，財氣同人緣自然夠容易聚積。8月屬豬人又留意太過心寬，有啲事可以算數，但涉及金錢、客於健康就唔可以乜都話冇所謂。唔好，因為先人就將銀行資料、密碼同重要文件隨便交出去，福氣要配合警覺先可以長久。家人同屬豬人相處，唔好將佢嘅隨和當成冇意見，佢話你決定，未必真係完全冇所謂，可能只係唔想爭。遇到家庭大事，要主動問清楚佢點去，尊重佢嘅選擇，佢嘅福氣先會真正留喺屋企。講完6個生肖，可能有老朋友們會問：屋企一個都冇，咁未代表家園唔會好？
答案當然唔係，生肖只係命理其中一部分，唔可能單靠一個屬相定成敗。任何生肖只要心正肯承擔，懂得感恩，都可以成為家庭嘅福星。而有人去呵，屋企明明有屬牛、有屬狗、有屬豬，點解生活仍然好辛苦？我要提醒，天生砌牆只係一粒種子，種子放喺爛地，冇水冇陽光，亦唔會開花。如果一家人長期互相責怪、沉迷賭博、亂借錢、惡言相向，債口嘅命格都會被消耗。命理可以幫我哋睇到性格傾向同運勢節奏，但真正改變家庭嘅始終係每日嘅選擇。屬牛很狂，都需要家人分擔；屬兔願意和解，都需要其他人停止傷害。屬龍有魄力，都有說實風險管理。屬羊心地善良，都要有界線；屬狗實守財，都要避免過度兒先；屬豬大夫齊，都唔可以對重要事情太隨便。踏入8月，屋企最需要處理嘅就係雜亂同和齊。天時日人容易心煩，細小事情都可能變成大爭執。第一件事就係清理屋企正南同正北位置嘅雜物。照紙聲、開電視、過時報紙、殘錢唔用嘅活片，唔好再堆住。雜物多唔單止風水磁場停滯，現實上亦容易藏塵，阻礙通風，令人見到都心煩。清理最好安排喺早上進行，開窗換氣，將破損、花尾同已經冇用途嘅物片分類處理。唔需要一次丟晒所有有回憶嘅東西，先由真正冇用嘅開始。正南屬火，8月本身火氣較明顯，如果再堆滿雜物，家庭成員容易急躁。正北屬水，水位受阻，容易令人做事拖拉，思緒混亂。將呢兩個位置保持乾淨、光線充足，已經係最積極嘅調整。第二件事，可以準備一杯簡單嘅鹽水，用乾淨玻璃杯放入適量粗鹽，加水至8分滿，再放入綠嘅乾淨嘅金色硬幣。6. 在傳統風水之中，有金氣，鹽水就有濕濕同淨化象徵，主要作用是提醒家人保持環境清潔，穩定心情。鹽水杯可以放喺客廳東面或者大門旁邊唔容易碰跌嘅位置。農曆初一同15早上7點至9點整理同更換，照符合傳統積實習慣。家中有小朋友或者寵物，一定要擺喺接觸唔到嘅地方，亦唔可以飲用。如果杯邊出現鹽霜，通常是水分蒸發後流沙嘅結晶，可以用濕布抹乾淨，就係按需要更換。風水末展最重要是整潔，唔會擺得越耐越好。杯水寬咗有異味或者積塵，就有力則清理。第三件事，家中想補柔和生氣，可以喺客廳東面放一盆容易照顧嘅綠色植物，或者掛一幅自然山水畫。東方屬木，木刺有做舒緩可刺，令屋企感覺冇咁局促。自戶又保持健康，酷寒夜又消節，唔好引誘爛根同積水。有啲老朋友們中意喺初一、15放鮮花拜獎富貴竹都可以，最重要唔係品種有指名貴，而係乾淨有生氣。鮮花枯萎就有更換，花瓶嘅水有錢換。屋企有自然氣息，人嘅情緒亦比較容易平靜。除咗擺石，8月仲有一個更重要嘅開運方法，就係手掌種花。天氣熱，大家耐性較低，一句本嚟可以好好講嘅說話，容易變成指責。家人之間最傷源嘅唔一定係冇錢，而係日日互相否定。當你想怒人之前，先停3個呼吸，再講事情，唔好先攻擊人格。你可以講呢件事我好擔心，唔好講，你永遠都冇用。你可以講我哋一齊喺辦法，唔好講全部都係你害嘅。
說話解一解，家庭磁場就已經開始轉。8月亦有避免衝動投資，任何人同你講保證回報、穩賺、現實入廠，錯過就冇，都有提高警覺。命理在旺都唔代表可以忽略常識，大筆資金一定要查清楚，唔熟悉嘅產品唔好碰。家人反對時，先冷靜了解原因。健康方面，最近如果經常心口唔舒服、頭暈、失眠、腸胃持續不適，唔好只當成磁場問題。風水可以幫助解散煩症，命理可以提供提醒，但身體有整好，應該盡快求醫。真正嘅開源係珍惜生命，唔拖延應該處理嘅問題。老朋友們亦可以喺8月做一件簡單嘅積福事，見到家中一直付出嗰個人，主動同佢講一句多謝，唔需要等生日，唔需要買貴重禮物，可能只係幫佢試一次玩，陪佢去復診，替佢處理一件拖咗好耐嘅事情。如果你曾經誤會屬牛人太固執，可以試下聽清楚佢擔心乜。如果你嫌屬兔人太軟弱，可以人下顧處有幾多次，佢令全家冇真正反面。如果你覺得屬龍人太霸道，可以睇下大市面傳，係咪佢最先始出嚟？如果你係屬羊人太傻，又記得佢曾經點樣幫過家人。如果你嫌屬狗人多疑，又回想佢有冇曾經幫屋企避過風險。如果你覺得屬豬人太隨便，亦要睇到佢係咪一直用笑容同包容，令家中少咗好多怨氣。一個家庭能夠興旺，唔係因為有一個人特別好命，而有人願意付出之後，其他人實得珍惜。最怕一個人不停撐，其他人就不停索取。當守護家庭嗰個人都先去，家園自然去散。所以8月最重要嘅功課就係重新分配責任，前人唔好由一個人獨自承擔，照顧父母唔好全部推俾同一個人，家庭問題亦唔好每次只揾最深遠嗰個出面，大家一齊做，福氣先可以喺每個人身上流動。有能力嘅人多出一點力，暫時困難嘅人至少又有感恩，未必幫到錢都可以幫時間，未必解決到問題都可以少講一句傷人說話。家庭嘅好運就係由呢啲事小選擇慢慢累積，命理所講嘅福報從來唔止使錢。父母有病時有人陪，自己失意時有人聽，子女遇到困難時願意返屋企長，此兄弟姐妹有分歧，最後仍然願意做低親。呢啲都是財富，而且是有錢都未必買得到嘅財富。老朋友們，無論屬乜生肖都唔需要因為今日講到嘅6個生肖而比較，每一個生肖都有自己可以旺家嘅方法。屬鼠可以靠靈活，屬虎可以靠勇氣，屬蛇可以靠智慧，屬馬可以靠行動，屬猴可以靠變通，屬雞可以靠視線。命格無高低，重點指點應用。正個8月，家中有屬龍、屬兔、屬龍、屬羊、屬狗、屬豬嘅老朋友們，又記得多關心自己，唔好再將所有責任默默吞下。家人亦有說實珍惜，唔好等到佢攰到病先彈到唔再長，先發現原嚟咧個人一直咁重要。最後我幫老朋友們重新整理今日最重要嘅內容。屬牛人好食勤狂，但又放鬆身心；屬兔人善於勸學，但又說食巨角；屬龍人有魄力，可以振造家園，但投資又冷靜；屬羊人心地友善，後苦身後，但唔好再兩座擔保；屬狗人樹德，守財避險，但又用私事溝通，唔好因為擔心而傷害關係。屬豬人心寬住虎，能夠帶動人緣同和氣，但重要事情一定要認真處理。
家中有咧老嘅生肖，最需有助嘅唔係只顧住下佢名口，係真正看見佢哋多年嘅付出。8月整理懶北方雜物，保持冬眠有生氣，可以幫助家居環境更清爽。鹽水同濾紙屬於民俗調和方法，作用是提醒大家清理環境，穩定心念。真正決定家園嘅，始終是家人之間有冇責任，有冇戒煙，有冇感恩。一家人能夠平平安安、身體健康，遇到問題願意一齊處理，已經係好大福氣。存款有多有少，屋企有大有細，都唔值一張飯台上，大家仲願意關心對方。覺得今日內容對你有用，記得訂閱頻道，幫我點讚，亦歡迎老朋友們喺留言區留下，闔家平安，福氣常在。願大家踏入8月之後，心情安定，遠離衝動破財，家人少爭執多體諒，身體平安，財庫穩定，屋企日日都有笑聲。亦可以將今日內容分享俾屬龍、屬兔、屬龍、屬羊、屬狗同屬豬嘅家人朋友，唔係有佢哋迷信，係想提醒大家，有啲人表面平凡，實際上已經默默守護咗一個家庭好多年。懂得珍惜呢份守護，就係8月最好嘅開源方法。